大家好啊，我係李永龍啊。咁啊，日頭咧，我同好多平常人都係一模一樣嘅啫，踢波啦、食下飯、聽歌、瞓覺，咁就一日㗎啦。不過一到夜晚咧，我同我班 friend 咧就會變身成為一個探險隊嘅成員。咁咧一收到料咧，就會進行一個秘密嘅行動。喂，隊長，睇我哋今晚要出動啊！吓？咩事啊？隊長，你唔係冇追 post 啊？而家全城都講緊呢個浸信會榮隆中學有個發光體一直都着唔到喎，只要一攤得着，全校嘅師生先可以慶祝30週年校慶啊！吓？整電呢啲你揾我？你揾民宿啊嘛？揾我做乜嘢啫？如果咁易，就唔使揾你啦，永龍哥。最弊係要12點之前搞掂啊！你話大唔大鑊啊？12點前，依家9點咯喎。隊長，點解會有另一架車喺度嘅？頭先我哋嚟之前已經見到呢架車泊咗喺度噶啦。咁我哋陣間要萬事小心喎。收到。隊長，我 check 過啦，即係我哋揾齊4盞頭燈咧，個發光體就會撻着。咁我 check 下嗰4盞燈喺邊啊？暫時仲查緊啦，不過我哋而家咧會嘗試喺4個校慶活動入面揾線索，而第一個咧就係30週年校慶感恩崇拜。而感恩崇拜通常喺禮堂度舉行，不如我哋就試下禮堂揾啦。大家過嚟啊！一齊入去啊！隊長有發現，好似係呢個啊！校慶活動以3月上旬進行30週年感恩崇拜為先。師生和一眾嘉賓將會齊聚一堂，共證天父帶領永隆中學在屯門30年，培育區內年青人成長。當中有接近5000位同學在永隆受教畢業，認識基督福音，感恩我們的校友能發光發熱，進入社會貢獻社群。咁你記得好好 keep 住啊，唔好整唔見啊！咁我哋而家出發去揾第2盞燈噶咯喎。咁第2個活動係乜嘢啊？好似係校慶活動日攤位遊戲啊！咁不如我哋分頭揾啦。就咁決定，出發！哇！不過我哋分個組嚟，冇咁驚啊嘛。頭先一路都唔見你嘅，去咗邊度啊？你細聲啲得唔得啊？你明知隊長最憎人遲到噶啦。你都知隊長最憎人遲到噶啦。咁你想我點啫？你送手綁住你啊？走啦，繼續揾啦。離晒譜。而家啲後生仔即係搏鬧喎，真係。有發現，喺6樓揾到第2盞燈。緊接住嘅活動係我們的校園祭，活動凝聚各班能力，由各班班會自行籌備設計攤位主題同埋內容。同一時間都有永隆天才 show 同埋家教會義賣活動。各班每位同學必定施展渾身解數，突出自己班別嘅亮點特色，以爭取最受歡迎攤位獎項。都到12點啦，我哋要快啲揾埋剩低嗰2盞燈啦。收到。校慶音樂劇，一係就禮堂，一係就音樂室，一係就冊樓。禮堂啱啱頭先揾過啦，咁呢度，哇，我咪眼花啊嘛？點解？嚇死人咩？
見你腳都震埋，唔怕你嚇邊個啊？唔好講咁多嘢啦，冇時間啦。喺呢度㗎啦。喂，又咁明顯。 30週年校慶活動又點會走漏咗7月暑假前進行嘅英語音樂劇表演呢？今年參與製作《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》嘅台前幕後學生工作人員，相信喺充足嘅練習之下，佢哋嘅表演一定光芒四射、鋒芒不露。大家要密切留意之後嘅宣傳啦！各位隊員，依家立刻落嚟地下，我喺球場啦。收到啦，隊長。多位，睇嚟我哋今次嘅任務要失敗啦！我以為可以喺度揾埋最尾嗰盞燈，但係我就係揾到呢張紙咋。咁我哋仲有幾耐時間啊？仲剩翻2分鐘咋。不如我哋照打開張紙睇下先啦。30週年校慶盆菜晚宴會是我們的壓軸活動，會聚一眾退休離任教職員及歷屆畢業校友返回母校食飯，相交聚舊，細數分開後的人生經歷，令見主恩深厚，是帶領每一位永龍前行的真光。喂，大佬，佢完全冇講過第4盞燈會喺邊喎。你哋要揾嘅嘢喺呢度。咦，校長？點解校長會喺度嘅？我一直都睇住你哋咁齊心協力，呢盞燈冇理由唔俾你哋啦。咁我哋而家咪真係揾齊嗰4盞燈咯。咁我哋而家快啲出去試下睇下着唔着到啦。好啊！我哋成功咗啦！冇錯，永隆30週年校慶一連串精彩活動要開始啦！咁不如我哋講下我哋30週年嘅主題啊！準備1、2、3。Be the light, rise and shine。永隆30週年生日快樂！